為自己創造退休後嘅穩定收入一啲都唔難。香港人均壽命持續提高，已經接近90歲。假設以60歲做退休年齡，剩低30年嘅生活費可以點樣解決呢？手上拎住一筆現金慢慢用，絕對唔係個好方法。因為事實上每個人可以活到幾多歲都係無法預測嘅。加上醫療技術不斷進步，一個平均壽命嘅數字對個人財務規劃其實意義唔係好大。其實喺而家嘅減息潮下，要逆市增值財富，仲可以為自己未來退休生活創造一個穩定又持續嘅收入，係有方法嘅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聽到嘅自製長糧。而家嘅理財產品已經可以做到一次性供款，就可以擁有終身保障，而且每個月派息自製退休金，每年派息更高達5%到120歲，呢個先係真正無憂嘅退休方案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退休規劃同點樣自製長糧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等我按照你嘅需要，為你制定最適合你嘅方案。